来，咱第3志愿考的课程节数比较多，然后对这个章节比较不赶，但这个章节是蛮有趣的。咱去讲天文的部分，来，开始来看，先看第一页，浩瀚的宇宙，来面分3个章节，有发现吧？先，上头前，第一个宇宙的太阳系。为整个宇宙来看，来就是咱地球昼夜甲四季，昼夜甲四季是地球甲太阳的关系。第三个是日、地、月相对运动，那会讲到迄个月相的变化啦，潮汐啦，嘛是甲咱的生活有关系。好啦。所以咱分这3个部分，咱分这3个部分。以早，我来讲一个故事无？以早一个迄个同学拄是去到一个真卡的学校，看着学生在升地球仪，国母推迄小学低年级的啦，差一个地球仪遐升，拄是看讲，做古锥的，伊讲，小朋友啊，来，叔叔问你你知道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歪歪的？这个不问还好，一问小朋友哭出来，他说不是我弄歪的。结果拄是讲，哎呀，老师啊，跟我欺负学生，这个好的老师是怎么回事啊？光拿地球仪给小朋友玩，也不教小朋友。一个小朋友捶一捶老师，伊讲老师啊，你们小朋友在玩地球仪，我问他地球仪为什么歪的，他就哭了，跟我说不是他弄歪的。这老师看你督学吵架过来，加一点哦，搁安尼讲，伊讲报告督学，我们的学生，我们这个乡下学校，我们的学生都也没有补习啦，家长都种田的啦，所以都笨笨的啦，但是我们学生有他的优点。我们的学生优点就是很诚实，他说不是他弄歪的，就一定不是他弄歪的。对哦，我怪老师安尼，隔一锤好定嘛。校长啊，我问你的学生地球为什么歪的？学生哭了说不是他弄歪的。我拿去找老师，老师说学生很诚实，说不是他弄歪的，不是他弄歪的。校长一听，吓得立正站好。我们报告同学。很抱歉，这不能怪老师，实在是学校经费不足，我们只买得起歪歪的地球仪。只要上级给我们足够的经费，我们就不会再买这种瑕疵品。那我怎么理地球仪为什么歪歪？因为地球是歪的。讲到这地球仪就是在讲地球的嘛，所以地球仪歪，地球就是歪的嘛。你这样想法很好，问题来了。我再问你，太空中没有上下左右，你怎么论断它歪？你说它歪一定跟什么东西比嘛？咱地球歪，咱有讲，你条歪，你是跟什么比？你是跟重力牵直线的方向比啊？太空中有没有这个东西？没有。那你说地球歪，是跟什么比歪？太阳吸引太阳吸引它走的向心力。你讲那种也跟太阳有关啊，跟太阳有关啊，但是问题是太阳也没有。咱第2节讲到，不完全是太阳，应该是地球绕太阳的公转面。地球绕太阳公转有一个平面，它所谓 y 是它跟公转面的垂直线 y 的角度。
就是一躺一个角度在自转啊。好，安尼知影无？所以标准就是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变。安尼后面拄些问你唔知哦，当然你袂考出来啊吼。你唔知你嘛袂考出来，你嘛无啥地球以来去看。二，咱会头前来看宇宙与太阳系，宇宙与太阳系。来，宇宙啥物意思？你博尔特文会宇宙列词。喂，我他妈转过来拍你哦。来，宇宙这个名词，中国古代就有这个名词。古籍内底有，古籍内底安怎来定义的？我应该国文课，上下四方谓之宇，古往今来谓之众。所以宇宙的所有时空的组合，宇是空间，宙是时间，所以上下四方叫做宇，古往今来叫做宙，宇宙。所以咱即摆古早的人当然唔知宇宙偌大啦，啊，咱即摆知影宇宙偌大，足大，敢有边际，敢有范围。有哦，科学家算出来呀，大概多少？宇宙的寿命大概是距离现在150亿年前，正确一点是146亿年前。今麦宇宙都集中在一个点上，所有的东西都集中在一个点上，在146亿年前发生一个大爆炸 ，The Big Bang。大霹雳，有人翻这大霹雳，有人翻这大爆炸，以光速炸开来，所以宇宙的边边以光速扩展，接近光速啦。因为爱因斯坦说，任何东西不能超过光速，甚至不能达到光速，但是它以接近光速扩展，经过150亿年，所以宇宙的寿命是150亿年，现在还在扩展下去。科学家想到啥？现在宇宙还在扩展，150亿光年，他去边边看到的嘛？为什么？科学家怎么测量出来宇宙还在扩张？如果宇宙扩张，我们两个的距离不会一直增加，确实哦。但是我们距离太短了，星球跟星球之间的距离在增加。尤其恒星跟恒星之间的距离在增加，想到啥在增加？科学家观测到一种叫做头柜，这国中理化学有贵种都合效应，不过你们日常应该有这种感觉。你有听过迄个救护车吼？你有感觉奇怪无？迄个救护车对开过来的，那个嗡一嗡一的声音吼，跟它开过去忽然变调了。你有观察过这种现象？你感不感觉奇怪？它为什么经过我旁边就把它的警笛声音调低了？它对你开过来的时候，那个警笛声比较高哦，对吧？就从你旁边开过去，忽然音调就降下来了。他故意调的嘛？那我还给都好，都针对你，这叫都普勒效应。你在耳波动的时阵吼，来你的波的频率是你1秒钟接收到几个波？如果今天波源这个救护车的波源在移动，等于说，比如说1秒钟打5个出来啊，但是它往对你开，或者你对它迎过去啦，这样子你1秒钟接受到的波是不是会超过5个？是不是这样？好，
如果你今天是在远离他，不管他对你离开，或者你对他离开，这样你1秒钟接受的波是不是会少于5个？安尼让了解吼，所以这是安怎？他对你过来的时候，跟离开你的时候，你听到的频率会突然降下来一点。声波如此，光也一样，光也一样。如果光往波长长，也就是频率少的地方移动，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一个恒星在远离我们。现在问题来了，科学家、天文家观测发现，是安怎所有的恒星都在远离我们。今仔日若拢教学无同，我为遮行过，我一定后壁的人对我愈来愈近，头前的人离我愈来愈远着。是安怎所有的人拢离我远去？这标语上，我们在扩张。迄个像你分只气球，气球顶完你也点迄个心，你把气球吹胀的时候，是不是你上面画的每一颗星彼此之间都在远离？只有这样，所以科学家证实，既然我们观测到所有的恒星都有这种红背离的现象，所以宇宙目前在扩张中。那你说，也按那天长地久的扩张下去吗？还是扩张到一定的程度就停下来了？还是扩张到一定的程度，倒就等于，科学家还没有答案。目前还在扩张中。但是扩张到，如果这3个里面扩张到一定的程度，维持稳定状态，这个答案比较不可能出现。一直扩张下去，或者扩张到一定程度往内缩，这2个是比较可能的结局。不过咱免烦恼这啦，咱要烦恼宇宙会不会扩张下去？咱先烦恼太阳在50亿年后会爆炸吧？嘛免烦恼这啦。人类在地球还能不能活超过5000年，我们都很难讲，对不？所以不用杞人忧天啦。我们好好把当下每一刻每一秒活好最重要。再来，所以宇宙来150亿光年，宇宙内底有做侪星系，这星系咱伫个这星系叫啥？银河系。我考你，有人讲银河系英文要安怎讲无？对啊，老会我会银河系。我不是叫你用学外国人讲中文啊。讲英语最厉害吧？我知 The Silver River， 银河啊。你也讲外国人讲 Silver River 除非他会讲中文啊。然后我讲我本来嘛唔知但是那时候我中学的时候经常听英文歌，有一次我在歌词里面看到一串字，我都看人家说牛奶大道。milk 是牛奶嘛 ，milk 就是乳白色的嘛，形容词嘛，way 就是道路嘛。可是你怎样？英文里面前面加了又是大写的，这个啥专有名词？我去查，这就是银河。想嘛，英文的银河，你看咱的银河的传说是牛郎织女会面
这恁大家拢听过嘛？黑牛郎就是一个渣男嘛，他拐骗了人家嘛，拐骗了织女嘛。咱以前中国民间做侪渣男的故事啊，像讲看人咧死七仙女伫遐河边洗身躯共偷摕衫，结果人无衫通穿，等于天晴咯，啊只好嫁因做某。这不是渣男，这是啥？偷人家的衣服，然后害人家就要嫁给他。西方的银河的故事是安尼，西方银河的传说是，希腊神话里面天神宙斯，他抱了一个别人的小孩啦，好像那个是哪一个神的小孩，我背不起来，反正就不是天后的小孩。趁天后睡觉的时候，放到他怀里去喂奶，就天后惊醒之后，看到因怀里一个无熟悉，不是因囝婴儿底下吸他的奶，这哪会啥？就把他用力一推，这婴儿被他推因为正好在吸乳汁吸到一半，所以那个乳汁喷出来，划过天际，就变成什么？银河。所以他会把这个名称叫 The Milky Way， 这就是希腊神话里面银河的由来。银河的由来，这种传说啦，这种传说，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已经知道银河是一个。侧面看起来像荷包蛋咧扁平的，正面看起来是顶端看的是一个螺旋状的，像圆盘的。这个位家到这偌远呢？来，咱讲到一个光年的距离。光年时间啊，长度单位哈，光年长度单位，伊的长度完了。光走1年的距离，咱光1秒钟走多少？30万公里，有概念不？个十百千万10万，个十百千万10万，这公里哦。当然，一般理化是公尺哦，那就要3个零。咱换算1光年是几公尺？1秒钟，1小时1分60秒，1小时60分，1天24小时，1年365天。来，你用计算机干嘛了？等于9.4608。你爱工程用的哦，你一般的计算机你就变啊，好。9.4608乘10的15次。几次吧？15次方。9.46。你不要看起来很大哦，在宇宙里面光年算是很小的，因为安怎？这个长度，银河系的直径是10万光年。银河系里面大概有2000亿颗恒星，宇宙之间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，大概算几百亿个。宇宙里面有几百亿个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。每一个星系，银河系是2000亿，有些星系比银河系大，有些星系比银河系小，所以宇宙偌大，你几乎想象不出来。所以，我们学天文，天文有趣在于你学天文了，你会感觉讲，我们一个人在宇宙里面，无论你活的时间或者你所在的空间。跟整个宇宙比起来，你都渺小微不足道。可是你要真的说讲自己真的渺小吗？也未必。对你而言，你就是整个世界。所以你蛮自大，也不要看扁自己。这是宇宙告诉我。你自己的人体里面，你人体的细胞，光一个细胞里面的运行。也像一个小宇宙一样，里面复杂精密程度，光一个细胞的运转，
你深入二轨嘛，生命力腺体根本就是你细胞里面的发电站，更不要说细胞里面 DNA 那个密码的复杂程度，单一细胞是这样子。所以你不要太自大，也不要看扁自己。好，安听啊，公安平和系，好了。